这次学术论坛由政治大学和白丝带关怀学会所主办，以元宇宙和 AI 为探讨主轴，再细分为科技创新、体验创新、影音创新、乐听创新和讯息创新等5大主题。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黄薇薇博士发表了台湾社群平台重置图文合理使用论文，以迷因梗图在社群平台上的使用为例，探讨是否触犯著作权法。黄薇薇表示，日前有3个使用梗图的法院判决案例，但结果却有所不同，因此提出论文探讨，希望社会大众能关心这项议题。政大跟白丝带关怀协会今年办的2023年数位创世纪学术实务研讨会，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都环绕在元宇宙，为期2天，第2天是 AI 哈。那刚刚我们下午的这一场主要谈到的就是元宇宙跟影音创新有哪一些新的趋势，当然有哪一些的反思。那刚刚我个人发表的部分是谈到目前元宇宙在迷因梗图，特别在社群平台上面的一些图文使用，有没有涉及触犯到著作权法当中的合理使用？因为著作权法里面有著作人格权，也有著作财产权。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跟中嘉有一起合作一个元宇宙的迷因梗图的媒体识读的一个征件，我们就发现说，怎么同样的作品，一样的2张图，可是那上面写的文字的梗是不一样。那然后那个图其实都是从网络来的，因此我们就开始想说，我就在想，合理使用怎么会用成这样呢？那当然我们就去看了一些网络上法院的案例，就发现说有3个相关梗图的案例发生在不同县市，一个是发生在高中生，就是开玩笑在学校社群平台谈到说学校要提前，要延后开学哈。那另外2个是讲到有关于公部门要发奖金，都是用梗图的方式，结果这两个不同县市的判例却是不同的结果。高中生的那个部分说他是涉及假讯息，所以被判他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可是，在另外这2个开玩笑说公部门要发奖金，因为这当中的当事人他的一个诉求是说，他的重点是要大家来看他的梗图，然后所以他用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要引起一般网友、乐听人的注意，所以就没有成立，不认为他触法。那因此我们就是在想说，合理使用到底在迷因梗图上面，它到底看的是一个所谓内容的梗，还是也兼顾到图片或照片或影音的一个原版的这个著作权？那这是这篇论文主要想要关心的。那也希望说我们在未来现在每年我们都有在办元宇宙的迷因梗图的媒体识读比赛征件，那我们也希望说，不论是社会组或者是一些校园学生在做这样的一个反思的时候，尽量可以用自己原创的照片或是图片来呈现这当中的迷因梗图。今天很荣幸担任评论人啊，正好我就是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健康传播怎么样来应用元宇宙，元宇宙，对，元宇宙，所以就是其实健康传播很多议题是很重要，但是有比较偏严肃，像长照啊、家里老人家、失智症，或者是口腔保健呐、那这些本来是很硬的议题哈，但是现在可以靠感人的故事，像急诊室啊，急诊室有人车祸，大家慌慌张张要抢位置，会甚至有黑道开枪哈，就有些这些就是真的很严肃，让人家觉得很紧张啊，很感叹的事件。但是现在你透过故事哈，讲真实故事改编，或者是网红，那些像白痴公主、无厘头，但就是让观众可以很轻松的去了解各式各样像长照哈，或者你病人自主选择生跟死哈，怎么样的医疗这些很严肃的课题话题，那就甚至他们那如果是搞笑型的，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知识型网红他就帮你整理成懒人包，那你加上就是元宇宙的话，它可以线上跟线下哈，虚拟跟实体线上跟线下活动结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实际案例哈，不管是电视或者是 Netflix 短影音创作，都可以
结合元宇宙。虽然有人觉得这个词好像现在不是最新哈，但是其实比较完整，它其实就是 mixed reality 混合实境哈，就是不管是虚拟实境、扩增实境、现实线上，它其实就混在一起哈。就是不管是讲元宇宙，或者我们讲 ChatGPT 哈，它其实只是把影音各种哈影像、声音，它只是把各种的人工智能的模式，它是整合在一起。白世代关怀协会表示，为期2天的论坛以元宇宙、AI 传播地景为主题，邀请学界、企业和媒体代表与会，拆解未来趋势，并从媒体和儿少教育议题切入，探讨 AI 及元宇宙时代下的机会与挑战。记者陈伟少，新北报道。